真假百年雄霸蘇城，坊间流传真假一日不滅，蘇城百年清譽永不復還。我以为是条疯狗呢，人家说油菜花一开，满地的狗就发疯。人家都说今年疯狗多，祸害啊。听说那个谣言又起了。谣言？真假一日不灭，蘇城。說，這年頭起一句半句的謠言，也不算什麼。是誰要滅真假？云少爺回來了。於廣昭，云少爺上哪兒去啊？云少爺，云少爺回來了，大少爺正找你呢。叫他一聲少爺，還真把自己當爺了。他算是哪門子少爺呀？只聽說小姐出嫁帶陪房丫頭，這倒好，帶個陪房弟弟，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睡在一個屋子裡。竹山叔死到哪兒去了？啊？全都來了！媽，誰來了？女鬼、女冤鬼、女冤鬼呀！那會是誰啊？照理說，這府裡的鬼我都該認識的呀。你認識？說不定是那個姨太太，說不定是那個太太，活着的時候我都伺候過的呀。那會是誰呀？小雲她跑了。慌什麼呀？我們給吳菜刀送的米，是新米還是陳米啊？陳米。什麼是個大？什麼是個小？玉兒，你說。竹山叔知道，爹早就說過，江湖上講信譽，重義氣，這樣別人才會把你當朋友，這就是大。聽見了？那陳米，便宜吳菜刀餵豬去吧，再送新米。是老爺。小雲怕是跑遠了，讓他們抓回來就是了。還不快去！是。跑了就跑了唄，還能翻得了天去？小雲也是大了。留在少奶奶屋裡，你不懂。乃祥他是喜歡這口，抓到了帶到我這兒來。剛才鬧鬼，現在小雲又跑了。竹山，剛才他們鬧鬼的時候都喊了些什麼呀？啊，真假一日不滅，蘇城百年清譽永不復。老段子了，段子是老了，可意思不老。竹山，要殺我的人是誰呀？老爺，您怕誰？
刚才捉鬼時的笑聲，连鬼聽見了也怕。自己找，快點抓！看那兒呢，快去！快！听着新鲜了，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甄家一日不灭，苏城百年清誉永不复还。流传在市井的流言，现在都唱到我家里来了啊！姐姐不管了，别抛下姐姐，快回来啊！赵廷芳这个人可是不简单呐，大学没畢業就去當兵了，這才一當兵，就敢嘲笑他們營長啊！這趙廷芳的笑聲，也算是我的知己呀。姿似汪洋，醍醐灌頂，是蕩氣迴腸啊。魚兒他娘死了之後，他就想滅我，是個厲害的角色呀。在軍中，現在當了團長了。聽說小雲就常往他那兒跑，叫甄七去查。為難了。老爺，老爺，老爺，少爺突然暈倒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暈倒了？啊！這又是被哪個狐狸精給放倒的？五媽，她是誰啊？不是裝鬼的桃花嗎？是死去的姨奶奶、姨太太嗎？啊，不是。是死去的太太嗎？老爺，冤枉啊！我可什麼話都沒有說過。說了也沒什麼，有什麼新鮮的都說出來給我聽聽。臭嘴，臭嘴，臭嘴！老爺，連我都想打我的這張臭嘴了。老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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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次少爺跟往常不一樣了。蜀山呢？把袁天大夫叫來。嗯。慢着，順便打聽一下，看看城南南園的各個藥房，今天有沒有賣什麼藥給小雲？是。你的鞋怎麼就一隻鞋了？看順眼了吧？快要穿。哦。少爺，少爺，醒醒啦！別嚇唬我們了，你捨得丟下我們嗎？哼，睡得倒好，省得讓那些妖精們給掏空了。妖精？你說誰呢你？妖精說妖精啊！哎，人還沒死呢，你們就開始搶了。就是，你不在搶啊？哎，給我，這是我的，哎，我去拿。素琴呢？哎，怎麼沒見到素琴呀？素琴，哼，怕是又和他那個寶貝弟弟關在屋子裡了。是他弟弟嗎？不像。
我看呐，比跟乃翔还亲呢。就是。熊样，没这个本事，就别逞这个能。老爷，原田大夫到了。甄老爷来了，来了，瞧瞧吧。小云呢？老爷，这往日大少爷的烟可都是小云伺候着的。放肆！轮得到你在这儿大呼小叫的吗？我就知道大少爷要出事的。什么？您看，大少爷两眉之间气色晦暗，泪淌子清，手心盗汗，脉象衰而不绝，悬而不断，这是长期阳虚火旺、情色过度所致。再加上什么？快说呀！少爷好像是中了烟毒，现在气若游丝，就算是保住性命，恐怕也是心智全无啊。中了烟毒？怎么，原田大夫，你没办法治了？老爷，对不起，这个我没研究过。啊，原田大夫是本分的好医生啊。给我3次猜的机会吧。我都聞到你身上的燒酒味道了。哪有什麼燒酒味兒啊？沒有嗎？讓我聞聞。我都喝了半壇子了。哎，你看我今天怎麼樣？我看看，哇，真漂亮！那當然了，這些啊都是我自己設計的。你看，怎麼樣？哇，振宇，他誰呀？他呀是全上海最優雅的男人。沒修，我怎麼沒修了？你就是沒修。你看，有那麼多大腿。哎，你很老土啊！這些都是全上海最流行的樣式，好萊塢的明星都這麼穿的。好萊塢？好了好了，那你先猜猜我今天要帶你去哪玩？哎呀，振宇，
我得收收心了。我爹答应我要去上新学堂啊。上学堂照说也没什么，老爷，大小姐大了，老在府里。大了，现在是大了。他什么都觉得新鲜，什么事情都想试一试、玩一玩。在府里是可以，可一旦进了学堂，我敢说，出不了2天，他就得挨黑刀子。是什么事啊？那句甄家一日不灭，苏城百年清誉永不复还的话，到现在还在讲。老爷，10年间，您都在时时提防着他。我怕谁呀？我担心的是鱼儿。啊，那你上我也上。我们还是先走吧。你不会穿着高跟鞋满大街乱跑了吧？那怎么了？对了，我也要给你换一身。我，走。大姑娘啦，头疼啊，不能让她在外面乱跑。老爷，我会尽力保护大小姐的。拦不住，也得想着法儿的去護着她，内緊外鬆，別讓她看見就是了嗎？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老爺，你看這是誰呀？這個人10年你都沒給我抓到，現在來了。凡是大小姐的事情，無論大事小事，立刻來報，去吧。是。慢着。該報的都報完了。完了，都完了，全都完了。那婉約的事呢？我該死，老爺，我一心記着那事兒。好了，把這件事情給去吧，長點記性。是。我這10年散的是千金，聚的是人氣，千金散盡還復來呀。老爺未雨綢繆，現在捐建的恆隆學堂圖書樓，就是件大得人心的事。就算是吧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我去會這個查振庸。就是我跟你說的恆隆學堂的鬼花，看看香不香？香，可是沒有你們家的鴉片香。那你幹嘛不抽啊？我不抽。上了癮就是老煙鬼。哎呀，沒事的。我跟你說啊，在家抽一點都看不出來的。我們家又沒有錢，我拿什麼抽啊？到我家來嘛，我帶你抽啊。不好，上了癮可就是一輩子的事情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爹說了，我家的錢吶，夠抽1萬年的。啊，你又不是恆榮的學生，你怎麼會來這兒的？哼，這天底下還有我真魚想知道而不知道的事情嗎？哎，我跟你說啊，一會兒啊，我再帶你去個好玩的地方。什麼地方啊？待會兒再告訴你啊。女兒，吃這個，吃這個。謝謝爹。女兒啊。你怎麼想起來去上什麼學堂的？是誰給你出的主意啊？月兒吧。爹，你不是一貫教導我說，大主意要自己拿嗎？我要上學，我要上學，我要上學。不行，你為什麼非要上學？你說你要什麼沒有啊？啊，你要那個西洋水彩，爹給你買了吧？還有法國香水，還有那個伊麗莎白的胭脂啊，米國的康克令手錶，還有這個瑞士的歐米伽坤錶，爹不是都給你買了？爹，就別假惺惺的了。
你只要不去上这个学堂，你就是要天上的星星，爹都会去搬梯子的。可是爹，为什么女儿最想要的，你偏偏不给呢？今天这饭我不吃。玉儿，这可怎么行啊？不吃饭可不行，怎么得了啊？不得了的还在后面呢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不让我上新学堂，我就绝食。你给我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哎呦，老爷，他不吃咱们吃，来，就是不能这么惯着他，老爷。是，来吃吧，吃吧，多吃点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妈，什么不好了？哎呀，大小姐不吃饭了啊！这可不得了了。更不得了的还有呢，这不吃饭呢，不叫不吃饭，那叫什么？叫绝食。哎呀，这不是天要塌下来了吗？哎呀！这可怪不到我头上，天地良心呀！这可不是我教给他的呀！哎呀！吴马，赵家圭，20大板。又不是我让小姐去学堂的，小姐的脾气谁能拦得住啊？多嘴，赵家圭，加10板。这甄府里还有人敢打我吴妈了？多嘴，赵家圭，再加10板。坐下。我可没让小姐去那个学堂，是小姐自己去的。甄府里谁能拦得住小姐呀？打死我们算了，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。还嘴严，赵家圭，再加10板。住手！皇帝都被赶出紫禁城了，这儿还有人做土皇帝呢。谁竟敢到甄家放肆？给我打！就不许你们虐待下人。好身手啊！失礼了。哪里哪里。
那他们这些人，好啊，今天的家法全免。好，多谢。爹，他是谁啊？他呀，早晚有一天你会认识的。我妈她到底是不是上吊死的？为什么大家都不能说呢？你爹叫大家说，是你出生那年生病走的。喏，这个小枕头上面绣着百子图，就是你妈生你的时候亲手为你做的。我不要听。有人。怎么了，我妈？外面有人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没有啊。我听错了吧？你妈嫁进真公馆前，是师范学堂里最早的大学生，刚上了不到1年，就有了你哥哥乃祥。你爹一生后，整个苏城的人都直打哆嗦。为什么呀？你爹和多少女人好过，可就没有一个女人怀过孕，就生下你哥乃祥。再后来，你爹就接二连三地娶进姨奶奶，你妈就整天不哭不笑，神神叨叨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爹怀疑我娘？是。那个人是谁啊？赵廷芳。赵廷芳是个狠角色，你妈妈扎淑仪在学堂里好上的。怪不得我爹不愿意让我上学堂呢。我现在有点明白了。明白？你不明白的还在后头呢。赵廷芳拿甄家没办法，就一把火把自己镇上的房子给烧了。真的？那还有假？他就对着大火大笑3声，放着大学生不做，投军去了。我见过这情景，我真的在哪儿见过？这是你们甄家的一个敌，这是你爹他心头的一个痛。怪不得我爹从来都不提到我娘的。你爹把你娘囚在这座楼里，一步也不准出门。啊！到后来就生下了你。我爹能生？哎，那后来我爹和我娘和好了吗？你妈生下了你，就上吊死了。什么？你妈留给你爹一包信，全都是赵廷芳写给你妈的，你妈一封信都没有看过。这么说，我妈妈是清白的？是啊，你爹大笑后，一把火把你娘留下的书和信全都给烧了。烧了？那是个冬天，火熄后，风一吹，这院子里到处飘着一大片一大片的纸灰在飞，落在屋上、树上，就好像到处飞来的黑烏鴉在为你媽叫冤呢。生下来，是。对了，好像就是桃花闹鬼的时候。这岂不是报应啊？难怪我爹会娶那麼多的姨奶奶。五媽，你說我爹這麼自暴自棄、亂七八糟，會不會是我的小祖宗啊？
你可別亂說，你這樣說出去，吳媽可就沒命了。我可什麼也沒有說過，小姐，吳媽什麼都沒有說過呀，是不是？小姐，小姐，吴媽再給你打盆水去啊。伯父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就是你一直怂恿我的女兒去上这个新式学堂，是吧？女大不中留啊！你爹同意了？你爹是个糊涂蛋。我注意你很久了，我的女兒一向只聽我的話。你這個丫頭本事不小啊！你現在給我出了一個天大的難題呀！難題？你說，我是要喜歡我原來的女兒呢，還是喜歡我現在的女兒？原來，現在。不都是您的女兒嗎？把報紙給我。終於穿過你們家那個花園了，我的心都快從嗓子眼裡跳出來了。我們家花園有那麼可怕嗎？把你嚇成這樣啊！我碰到你父親了，每次在那裡遇到你父親，我的心就會砰砰砰的亂跳。有那麼誇張嗎？哎，報紙呢？被你父親拿走了？胡說！你後面藏的什麼？拿來，給你，真的小姐。哇，好摩登啊！我也敢。哎，我告訴你個好消息。吳媽，哎，到廚房幫我拿點燕窩粥來。另外啊，做一點蛋糕送過來。是，小姐。什麼好消息？爸，該聽的聽了，該看的看了，不吭聲就好，吭了聲也無所謂。什麼事兒啊？上海那邊有人看見袁小雲了。袁小雲？對，陪徐副市長的太太看電影，還挽着胳膊，還在大庭廣眾之下拍市長太太的屁股。哦，色膽包天吶！哎，像，像從我們甄家裡混出去的啊！聽說還經常出入趙家。趙廷芳，他和趙廷芳混在一起。10年前，就是他在乃祥的煙炮裡下的毒。去把他給我弄來。老爺，今非昔比，三教九流，黑白兩道，他甚至連洋人也混了一批朋友。槍打到胸膛裡都是一個血窟窿。明白了。慢着，我要活的，我要問問他，他跟甄家哪兒來那麼大的仇啊？知道。我聽我們漂亮的國文女老師說，復旦大學要招女學生了，真的？那就像我們？當然了，太好了。哎，你敢不敢？敢。好，那就這麼說定了。錢呢，我來準備，然後就放到你家裡。到時候啊，我們兩個就偷偷的離開南園。哎，
我在跟你大哥说话呢。说话用得着脱了鞋子还关着门吗？这我。爷，你不是早就告诉我甄家的祖训吗？早起睡，整衣冠，孤男寡女必处同室，授受不亲，人言可畏。哎，你看，感冒了是吧？是不是着凉了是吧？来，把衣服给我。来，披上。哎，我不要。鱼儿啊，我先送你回去。爹，你现在就不跟我大哥说话了？是啊，长大了，我女儿真是长大了。老爷，婉月要和甄瑜到上海去了。哎，你快数数，这是我爹给我的，你看有多少大洋？哇，这么多呀，可了不得了！我跟你说啊，这就叫做决心多大，劲儿多大。不过呢，我考到上海去，一半的原因都是为了去见他。画报上那个优雅的男子，他可是我的，你敢？这个是我的，是我的。女儿的心事，爹知道。想嫁人了？爹，我没有，我才不嫁呢。再说了，哦，再说，我是说，你让我嫁人，我嫁给谁啊？哦，耍心眼儿，一听就知道女儿跟爹耍心眼儿。那个人在上海，是不是？哦，白礼帽。白礼帽，白西装，白西装，爹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那个人英俊潇洒，而且还会伸手。哦，爹，你可有本事了！你怎么替我找到的？又跟爹耍心眼儿，那个人他本来就是咱们南园的人嘛。爹，你说的人不是他呀？眼熟，爹说的可不是他呀。那是谁啊？爹说的是你舅舅家查家公子查良忠啊。爹，开门！开门！甄家大小姐，你来这里干嘛？你管得着吗？让！哎呀，是哪阵风把我的外甥女儿给吹来了？你倒没说把你儿媳婦给吹来了，让我叫你一声婆婆呀！干什么你？哎，我是你舅舅啊！
知道吧？梁中從上海回来了。哼，梁中，我不管什么梁中不梁中，我要退婚。是你还是你爹呀？是我爹把我嫁到扎家的，当然是我要退婚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不说，你是看不上我们梁中，还是看不上我们扎家呀？我妈就是扎家的，我为什么看不起扎家？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？20世紀了。我告訴你们，現在上海的女孩子可以不裹腳，可以穿短裙，可以上大學，可以自由戀愛。喜歡誰才嫁給誰，喜歡誰呀，才娶誰。哎，扯遠了，扯遠了。我兒扎良中在上海也是見過世面的。你看看，這個人不比你們家扎良中強10000倍。他是誰呀？哼，我們家梁中哪點兒比不上他呀？瞧瞧瞧瞧，你仔細瞧瞧，你們家1萬個扎良中啊，也比不上人家1根頭髮。你以為你是誰呀？我兒子還不要你呢。況且舅舅跟舅媽不也抽嗎？我抽，咦，我的牙是雪白的。看看你們，滿嘴大黃牙，臭氣熏天。哼，這姨姑娘的牙當然白了，可你們甄家的一潭渾水。誰上了誰的床，搞得清嗎？搞得清嗎？你住嘴！你瘋了你！瘋了，就是瘋了！住嘴！玉兒，舅舅也為難吶。你爹那個脾氣，今天我答應了，你爹也不會答應啊。舅舅，既然是我來退婚，那就是我爹做不了我的主，只有我自己能做得了我的主。我也能做我的主。爹，我同意表妹的意見，退婚。表妹不認識表哥了。有我在，就不許你們虐待下人。是你？是我。還記得小時候的事兒嗎？原來你就是梁中啊！對啊，聞其聲見其人，就感覺不一樣了吧？不過我已經有心上人了。是他？哼！怎麼，你認識他啊？太認識了，在上海我們是搭檔，幹了好多你想都不敢想的事兒。哎，你怎麼認識他的？哎呀，你先別管那麼多，你能幫我找到他嗎？不行。幹什麼？你妒忌啊？你是不是後悔沒有也在雜誌上登一回？哼，我看你是沒那個本事。不要你去找，我自己去上海找。你看，他英俊瀟灑，風流倜儻，深情憂鬱。他就是我心目中的白馬王子。我今生啊，非他不嫁。哼，這算什麼呀？怎麼樣，比他帥多了吧？是差多了。那是先入為主，表妹，我扎良中追女孩，還沒有追不到。哼，你看你看，說漏嘴了吧？你一共追過多少個呀？吹牛。不錯，是吹牛。生命誠可貴，愛情價更高。若為自由故，愛情我還要。什麼什麼？誰的詩啊？哼，剛才表妹不是說現在是自由戀愛嗎？是。喜歡誰就嫁誰。對。喜歡誰才娶誰。沒錯。那好，從今天開始我追求你，
不屈不挠，一直追到底。那好吧，那你就試試吧。告辞了。幸亏我没带大洋来，要不然怎么拎得动啊？放心吧，我准备了金条。走走。大小姐要少了一根汗毛，我拿你实问。是。慢着，还有那个在太岁头上动土的，施家酒法，我这就去办。不，这件事叫吴菜刀去办。是。老爷，桃花有急事儿，等着老爷呢。哦，去吧。哦。船老大，船老大，可以开船了吗？二位深更半夜要去上海，怎么，嫌钱少吗？真千叶。啊，是甄老爷派我们去上海进点货。呢？哈哈，甄老爷名号太大，哪能看得起咱们这种小渔船呢？咱是给七公公打打杂。二位要不上船吧？少爷，把行李放好啊。哦。好激动！到了上海啊，我就可以去找我的那个他了。真臭美！上海那么大，哪那么容易找？这天底下，没有我真鱼办不到的事情。什么小姐？甄家大小姐。我这船上怎么会有小姐呢？没看见啊！走，大小姐。小姐，
没事吧？啊，婉月呢？哦，家丁在救呢。我不想死。我爹呢？你爹呀，在家等你呢。快点，扶小姐回去换件新衣服，省得着凉了。快点。是。还有婉月呢？好了好了，大家在救呢。快点，快点，快！这小姐，请慢点。这船老大太不像话了，居然敢骗我们，害我们的性命，还骗了我们的金条。明天，我一定要叫我爹收拾他。石小姐，石小姐，不好了，你们家着火了！婉月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大事不好了？我要去找婉月，让他。哎，桃花，桃花她到底怎么了？你倒是说呀！桃花她逃跑了。桃花逃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王晨，怎么回事？房子怎么点了？房子正着，一不小心点着了。少啰嗦，快走！怎么还能快走？哎，好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走走走，快走，走走走。歇着，我转交给你。请，不必。婉月，好了，不哭了啊！好，婉月，你告诉我，那土匪长什么样？我让我爹找吴菜刀替你报仇。吴菜刀？你爹认识吴菜刀？是啊，他是我爹的拜把兄弟，而且常常半夜里来我家喝酒。婉月，你怎么了？昨天晚上我在路上亲眼看见吴菜刀从我家出来。你是说他？不可能！他还抱着我们俩存钱的木匣子。那要真是他的话，我们要赶快报警啊！啊，对了，警局的刘警长也是我爹的拜把兄弟。走，等等。这船呐是给挖大的，这人却不是挖大的。你说说看，
这事儿真奇了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船是他的？是啊，人却不是他。人不是。哦，带走！快走！赶紧的，快走！怎么回事啊？这个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！你们放开我！怎么回事啊？你看到了吧？找刘警长又有什么用？那就找汪局长，找我爹。不管他是谁，这仇一定要报。文月，你先住到我家去，有我振宇一口饭吃，就有你的饭吃；有我的衣服穿，就有你的衣服穿。不，我要去报仇，我要去考军校。好，那我也去考军校。你要替谁报仇啊？当然是为你了，为你全家报仇啊！那我们走吧。婉月，放心吧，有我呢。你先到我房里休息一下。一个人在这儿。生我气了，他不想让我离开，我一离開，他就先走。